过去呢，这个宅港社区呢，它会积淹水，那主要是因为我们的这边的社区的一些抽排水的能力不足。那因此，我们在这一次，我们透过内政部营建署争取了5300万元的一个经费，来办理了191米的一个雨水下水道的一个新建。那另外呢，我们还设置了一个3.6 CMS 的一个抽水站体。那这个部分呢，这个抽水站体的设置完成之后呢，将我们的这个社区的积淹水的问题也可以做大幅的一个改善。阮这是因为823水灾了后啦吼。互阮饮水哦，饮这百姓是足痛苦的。有这个抽水站了，阮感觉讲应该来吼，会改善掉阮饮水的痛苦。地方哦，一寡生命财产可能会较有保障啊。因为阮听讲哦，这是低洼地区啦，平了做大水就大家拢饮水啦吼。经过阮的努力安尼吼，争取安尼市府这个都种100边的引水源。都地标较紧，都做到今年都安尼好，相信哦，对阮的这百姓吼，财产生命真重要啦，可能会改善足多啦。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学甲区在集水溪以北的社区属于易淹水地区，如宅港、西平寮及学甲寮。每逢短时强降雨，加上地势东高西低，积水无法正常排放，就会导致聚落淹水的情形相当严重。台南市政府与中央携手合作，投入5300万的治水预算，将宅港抽水站抽水量提升，并增设雨水箱涵，把保护标的拓展至全聚落，大幅提高社区防洪抗洪的能力。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其实对于学甲来讲，北学甲是往这个集水溪，南学甲是往将军溪，两边来排洪。那所以说，两边的水系虽然一个学甲，但两边的水系是不一样的。那这边是在北学甲，所以能够在这个下大雨的时候，或短延时强降雨的时候，能够赶快把这个水赶快排掉，那很重要。那尤其当集水溪的水位升高的时候，那应该要把水闸门关起来。水闸门关起来，内水就无法排出去了。那所以说借着这个宅子港、铁亚港的抽水站，赶快把内水抽掉，那就避免我们这个社区来积水。因此呢，这个抽水站是很必要的。那能够有这个3.6 CMS 的这个抽水量，也就是每秒钟能够抽掉3.6吨的水。那这样子对于社区防洪有很大积极正面的帮助，也对于这个水患的减少或甚至于消除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希望说，铁亚港抽水站、宅子港抽水站完成之后，这个地方能够民众能够永保安康。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3公60几岁阿伯阿婶，接当伫公园跳土风舞。这群平均年龄73岁长辈，伫舞蹈老师林秀珍的带领，嘛展现出流行舞蹈的全新自信。中正宽屏三冠王双主车为了回馈在地，推动社会公益，对今年2月开始，甲5条港里合作，推出上青春的单人伫遮系列活动。其中舞蹈 MV 版22号开始，嘛伫竹青点名书过从南指导，进一步学习写卡本，运用镜头语言要来翕音乐底片。大家先伫教室吸收概念，了解如何对文字转变成影像的表达。他们对于影片可能还不知道，可是我们用简单的方式让他们了解之后，他们觉得很有趣。对，然后我也觉得，他们这样子运作之后让他们生活上也增加许多的动力。刚就有那个长者他们就说，觉得蛮好玩的，对，虽然他们可能不知道是怎么乱，可是他们对于这个感觉，他们觉得还是蛮新鲜，然后也能够吸收，
然后三光王办这个活动，我也觉得蛮不错的。好，录，3、2、1，跳。参与活动的30位长辈当中，上少年的62岁，上年老的85岁，除了勇敢接受流行舞蹈洗礼甲影像课程，嘛进一步是地到普济店的庙埕操演，有的随着音乐节奏跳舞，有的则提起手机啊翕相，练习镜头转场的效果有模有样。干嘛这困难的呀？还好，大家都很认真，很快乐。我是觉得说这个课程对我们很有帮助啊，可以体验到不同的尝试、不同的体验呐。出来表演、出来跳、出来运动，大家都很高兴。对啊，大家都显得比较年轻了。中正宽屏三冠王相主车首次甲5条港里合办，当初里长也怀疑敢会有长辈报名，结果想不到真紧的额满，大家拢愿意动起来，还是新的课程。这个课程对我们的关爱据点这些长辈真的有很大的启发啦，因为普通课程弄较静态。这个课程能开始让他们愿意动起来，然后愿意在那个活动里面跳舞展现自己然后甚至到最后现在的那个拍摄的影片 MV 这方面，其实这是要做新的尝试啦。开始台湾接触我们做这项，我也真怀疑有足侪人会参加啦。但是大家都还蛮踊跃的。经过10节课的舞蹈甲影像基础学习以后，最后主办单位嘛协助做成 MV， 并且伫台南市第3公园频道播出，鼓励长辈愿意学习更较侪可能性，嘛拍破因接当跳脱风舞的刻板印象。咱的新闻军籍杨顺怀采访报道。台南市议会建设委员会上午伫招一人李宗仁的号召。前往铁道局南部工程处，一方面了解台南铁路地下化的执行进度，另外嘛关心沿线19位发现的遗迹。现场由着铁工局甲市府文化资产管理处来简报。出席的议员包括赵一麟、柯志春、沈振东甲李宗仁，另外还有委员会成员林美燕、蔡丽青甲李启维，以及其他关心铁路地下化的议员甲助理拢到场。总长8.23公里的台南铁路地下化的工程，到去年12月31日完成的计划预定进度是75.02%，但实际进度只有74.13%。落后的原因除了疫情人力的调度，另外就是4212甲4213两标的工地发现遗故，造成工程内中断局部停工。地处市府文资处表示，在发现的19处遗构当中，目前完成遗址的有14位，同意覆盖保护灰贴的有1位，遗址计划审核的有1位，其他还搁在探查中或者是遗址中的有3位。刚刚的报告里面有19处的遗迹啦，有5处是列册追踪啦，剩下就是不列册追踪。我想了解一下你们的标准，什么叫做不列车追踪？什么叫列车追踪？是如何去追踪？我们现在还在探查当中的这些遗构，会不会再次的影响到，或者是我们接下来继续在施工的过程当中继续挖，然后就会延宕到我们的整体的工期的一个状况，这可能要请我们铁道局，那甚至说我们第3次的修正计划什么时候才会让我们的乡亲朋友知道说，可能继续会延宕到什么样的状况才会完工？文资处的处长林处长有提到，就是列册不列册，还有一部分会修复以后会再移植回来，但是移植回来我们不要影响整个铁道局它原本的整体规划，这个部分我们可能要做一个思考。现场的这个迹象来看，这个成远的一个路径，其实往西一直进到台南公园，往西它是跨过目前运行中的一个铁路纵贯线，所以在铁道的以下，一定还存有这个过去的一个成远的一个产迹在所以这部分我们也陆续的一个追踪当中因为后续那个转运站的部分会在那个小东路跟北门路的路口那个转运站的那部分那块地目前是空地，那个下方
绝对是有包含铁轨，目前既有铁轨的下方，一定是有过去这个台湾府城这个成员的一个构造还在里头哈，所以这部分我们这边指挥支处是列为重点的一个巡查跟追踪的一个标的哈。那这部分发现的遗构已经先切割移除移置，那未来的移毁的方案，目前铁道局还在研拟当中，还没有送我们文资处。除了关心遗址的保存，另外有关铁路地下化的进度。完成计划期程是对民国98年9月9号到民国115年的11月30，而且进前还阁进行第2次的修正计划。预计今年顶半年会因为地上物的拆除、文资的遗构加交通维护的影响，进行第3次的计划期程修正。因此时间上还阁无法度确定。不过对着遗址的保存，现场的议员甲文化局的看法，也是会结合未来绿廊道的规划，希望透过适当的设计，结合景观，将过去的历史加现代的工程来做新旧的融合。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3年疫情，互真侪无接触外界长辈退化搁紧，为增加长辈甲外界互动。华山基金会安南一站特别安排了春游活动，带了长辈来到四侧坐船体验台湾版的亚马逊河道风光。安南一站，天使站已经在地服务满18年，一路以来陪伴将近370位的弱势长辈。那为了感谢长期支持我们的善事以及义工，所以在今天邀请我们的长辈走出家门。然后来到四草的大众庙搭船，然后可以跟来宾，然后以及义工，然后一起赏湖、游景体验台版的亚马逊河的风光。基金会会当顺利照顾长辈，也是因为有真侪人长期的帮忙，所以伫这次感恩大会上，基金会也特别颁证感谢状，予安南区公所、四侧大众庙以及侪善心人士。因为大家付出，咱这长辈会当比较快乐，而且迄个生活。华山基金会伫全国成立大约400个爱心替赛站，服务将近3万名长辈，秉持着在地老化、社区互动等理念，免费提供教体访视、慰问关怀、陪同就医等服务，毋望以在地人服务在地人精神，建立社区互助自助模式。也欢迎认同因照顾理念的朋友，做伙加入关怀长辈行列。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一边是汽车台肉场，另外一边却是观光园区。这种的另类搭配组合，成功吸引民众的目光。因为我们不是对这个修理汽车有做这个工作的啊，所以。其实对汽车里面的构造啊、引擎啊、避震器，其实只都看到外表而已啊。那在里面的话，它因为很多零件都拆下来的嘛，看起来觉得很新鲜。那我们就是利用友善拆车的方式，让大家来到说这个场域，可以看到说我们是如何的拆解汽车。那再利用这些汽车零件呢，去打造一个环保永续的一个环境。这间位在永康区的拆车梦工厂。园区内的装置艺术全部拢是由报废回收品打造，目的就是希望会当传达永续循环发展观念，并颠覆传统台肉场的观感，以艺术创作角度搭配蒸汽朋克风格，打造出参像是星际电影场景，并赋予废弃车辆零件另外一个全新的生命。我们其实是大丰环保旗下的一个实际的实体场域哦。那其实我们公司主要是做环保回收起家。那我们这边想要推广的理念就是 Zero，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零废弃跟全循环。那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来到我们这个拆车梦工厂，可以看看我们零废弃全循环是怎么制作的，那怎么贯彻我们这边的理念的。园区内除了有真侪回收装置艺术通好欣赏，另外嘛有餐饮以及音乐服务。大丰环保善尽企业社会责任。创新的模式来推广绿色永续环保，值得肯定。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今日来店内唔是买物件，是卖物件。这是日本上大的二手品牌店，不管是衫、鞋仔、精品等等，种类总共有25种。
为叫好补品鉴定，规个流程只要半点钟。补品配件愈齐全，外观愈新，就会有好价格。还是因为目前到2022年，那个垃圾废弃的量已经到达大概1200万吨这边，就是说我们家里可能还是有很多用不到的东西啊，要怎么处理啊？就是说这边就可以就是带过来，或者说可以再让下一个客人使用的话，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管道。台湾上大的二手商品市场其实是伫咧山顶，除了有侪优惠，曝光率也高，操作也非常的方便。所以实体二手商店优势到底是伫咧倒位？二手店的好处就是可以在那个现场直接确认说东西的状态是不是你自己喜欢的，像衣服就会有那个版型不同的问题，或者说鞋子走起来不合尺寸，那你如果在网络上买的话，不合你的尺寸，你还要去退货是比较麻烦。店内还佫专门设置零件区，遮的物件人客会当摕转去家己动手组装，真正达到循环再利用的目的。这几档二手商品市场愈来愈夯，尤其是最近过年，店内交易比平常成长20%。如果说客人在过年前，或者是不管说有没有在过年之前，家里如果有用不到的东西，就其实都可以带过来，说我们自己可以帮客人直接把东西买下来。我们去整理，就是说卖掉之后不需要负什么责任，就是说我们是自己去确认给客人东西保固。这几档台湾对二手物品接受度愈来愈高，若是讲有用袂到的物件，拢会当摕来遮卖；也是讲来遮踅踅，讲袂定会当捡到宝。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商友们坐在轮椅上，在狭小的空间里认真制作招牌商品凤梨酥和龙凤酥。从打好外皮、内馅称重到入模压平，进入烘烤。当一个一个金黄色的凤梨酥以及龙凤酥出炉，商友们的努力付出瞬间有了收获。起初比较生疏，稍微再做一下下，它就会熟练。像我有一位智能障碍者，我以为不行，但是还不错。来教一下，然后现在其实他对我们帮助也蛮大的。从学习接受残障的意外到愿意走出来接受人群，本身就是脊损伤友的总干事杨德明都亲身经历过。因为知道多痛多么无助，杨德明在摆脱阴霾之后，选择建立协会，帮助同样不幸的伤友，让他们能够走出逆境，再创业和重回职场，翻转自己的人生。有一位颈椎受伤的朋友，当初也是一个做西点烘焙的师傅。那后来想说他要做什么，那我们跟他讨论之后，做蛋卷，后来有摸索出来。因为我们算四肢瘫痪了，然后他经过训练，他就可以去摆摊。之后有一个因缘机会，学校就让他回去工作。请厂商打造符合坐轮椅商友可以工作的机台，摸索做烘焙金砖的技巧。总干事说，不希望消费大众的爱心，东西就要做得比外面卖的更好吃，食材也得更讲究。我们很用心的去做凤梨酥跟龙凤酥，可以让顾客吃得到我们的用心，我们的正能量。靠着一块块烘焙金砖，商友们不仅能够自食其力，也能够为自己找到另一扇开启的窗，重启大门，画出属于自己亮丽而多彩的未来。总干事也希望能够让更多人来分享，吃上这一口满满的黄金正能量。记者张世明高雄报道。轻轨旁一栋栋房子的外墙上有着许多卡哇伊的彩绘涂鸦，看起来让人赏心悦目。可是你知道吗？这些都是高龄40多年的老房子，在改造之前，原本的外墙早已经老旧不堪。那时间久了嘛，你会慢慢看这个社区就越来越旧，越来越破损。那盐埕在博恩的地区都一直不断的被开发嘛，你从博二那边游完后，坐了轻轨沿线过来到这边的时候，那边漂漂亮亮的，但是到了我们的社区，整片看起来
就是另外一个盐城的世界。那些彩绘是侨鲁争取的，那经费来源呢？大概我们因为面临了我们轻轨路线，我们认为高捷应该要承担的这个社会的责任，应该把周遭的这些老旧的公寓呢，应该要粉刷啊、彩绘啊，让我们的轻轨经过的时候可以看得漂漂亮亮，有艺术气息、文化气息，对不对？当地里长和市议员争取经费改造，想让整体的市容更美观。除了博爱里里长之外，周边的房屋也在后来跟上彩绘的脚步。现在的盐城老社区焕然一新，吸引不少民众在春节期间拍照打卡。把我这个社区也当作像卫武一样一个景点，让民众过来能够拍照啊，等等这样。这次的过年蛮多人去那边拍照的、打卡的。所以我也很希望建议说，在老旧部落有轻轨路线经过的地方，都要比照这样子。里长表示，今年会继续努力，将还未修复的房屋外墙也加紧脚步，陆续改善。我对我自己未来也希望说在我后面还有好几栋没有做，能再去跟市府去争取经费。再一一的把它补足啊！因拢足欢喜的，讲即马这旧老的楼我都无建得的，即马拢建得起来，佫兼风水安尼水甲安尼，他们都很兴奋，觉得说，这样的彩绘对他们的社区文化的营造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人要精装，佛要衣装，屋子也需要改装。老旧的房屋经过修复美化之后，无论是搭乘轻轨或是步行经过，都让人仿佛置身在浪漫可爱的艺术村之中。记者潘志光、庄淑婷高雄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纯，咱再会。